全隊幾乎每一個人佢都延伸咗自己嘅極限。中國男籃四強賽大勝新西蘭，時隔10年再次挺進亞洲杯決賽。雖然大勝，但係比賽最後嘅入到4分鐘時間裏邊，中國隊仲係只係領先住5分。咁跟住咧，中國隊打咗一波17-8贏低比賽。淨係趙睿嘅2個罰球、1個上籃、2個3分、1次3分助攻、10分1次助攻，直接間接13分嘅貢獻，奠定勝局。唔單止係咁，趙睿24分鐘上場時間攞到24分，分別喺第一節嘅開局、第3節進攻停滯同埋第4節關鍵時刻攞到。半場休息前仲扭傷咗。中場前佢同主教練郭士強嘅擁抱意味住好多，盡咗人事，仲要聽天命。呢場比賽咧，國指導總共係做咗36次人員調整，如果唔係趙睿嘅穩定，可能超過40次。國指導嘅極限換人都係盡人事。面對身體對抗特別強嘅新西蘭，用12人長輪換，胡明軒狀態要調整，程瑞鵬頂上正選。但設想歸設想，現實係多變嘅。程瑞鵬全場只係打到唔到5分鐘，大概唔係計劃裏邊嘅一部分，因為防守出咗問題。無論係喺面對擋拆之後選擇下線防守、撲防被突破、單防被呃過，佢就係冇防守感覺。胡明軒提前換入係因勢利導，邊個知道邊一片天空會落雨呢？唯有做好準備。胡明軒呢一場係減少掩護之後，拉後撤步嘅習慣更加果斷向內壓。雖然14分鐘係亞洲杯5場以嚟最少嘅上場時間，但係佢射入嘅3個3分係僅次於趙睿嘅5個，對破解對方密集防守有住好重要嘅戰略意義。胡金秋、黃俊傑、朱俊龍係基本盤，發揮穩定就唔講啦。余家豪嘅進步係明顯嘅，經歷咗上一場之後，佢喺移動、對抗同擋拆都有咗好大嘅進步。關鍵係佢學識咗用身體去挨去前面去揾對抗，唔使跳就攞到身位優勢，呢一點非常好。佢上場時間已經從11分21秒漲到咗13分鐘，係有效緩解咗胡金秋嘅體能壓力。即係因為佢喺第3節表現好，呢一節先至只係換咗9次人，中鋒係陣容嘅軸心。要知道上一場打韓國被追分嘅第3節裏邊，國指導總共用咗16次換人。廖三寧都係進步神速，佢有更多嘅戰術配合，進攻裏邊唔再只係睇到籃筐，虛實結合，視野打開，有攻有傳。佢嘅進步亦都贏得咗喺第4節嘅前大半嘅上場時間。打韓國佢只係打咗14分鐘，而呢一場佢上咗23分鐘，正負值正16，並列全隊最高。呢場驚險嘅大勝，最大嘅驚喜，佢係全隊幾乎每一個人佢都延伸咗自己嘅極限，更加適應亞洲杯嘅賽場，糅合得更好，個人同整體之間嘅切換更流暢。而更重要嘅係，主教練準備充分，善用心法底下，仲有接近完美嘅臨場應變。10年前嘅決賽，中國隊最終奪冠，但10年前澳大利亞仲未加入。之後嚟自大洋洲嘅澳大利亞連續2屆攞到亞洲杯冠軍。嚴格意義上，今屆決賽已經係亞洲冠軍對大洋洲冠軍，16冠係過去式，爭呢一冠有特殊價值。